来继续来看国民党的立委徐嘉欣的红赛，也就是台中市政府研考会主委刘元礼洪指控，上班的时间走去耍德州的科技网。刘元礼买回讲有请假，而且是参加合法的竞技锦标赛，但是外界也受不少的质疑。结果刘元礼在昨暝主动来请辞核准了。 卢秀燕讲，刘主委个人表示非常的自责，口头甲书面拢提出着失程，而且坚持，所以伊尊重。国民党立委徐嘉欣的红赛，台中市研讨会主委刘元礼，方也料出上班的时，请直接去以德州科技帮锦标赛。昨暝刘元礼嘛向台中市府请辞温存。 请辞了后，记者打电话给刘元礼，伊也答讲由台中市府发言。这部分可能跟新闻局联络，市府那边会统一回复，这边不方便回复。台中市长卢秀燕讲尊重伊。这个台中市政府团队一向是以高标准自我要求。 所以对于发生这样的事情，刘主委个人表示非常的自责。那所以呢，他昨天向我口头以及书面都提出辞呈那坚持，那所以我予以尊重。来到台中市研考会，董事长听到刘元礼请辞，除了争议，我嘛感觉真不甘，因为大家伫咧做工会，拢讲伊是一位会体谅员工的好主管。 很好啊，因为他很照顾同仁而且他有一些事情他是很体恤同仁。身为研考会主委，上班请直后参加德州科技棒比赛，和真侪人拢伫咧市区处处，伊选择请辞，所落来研考会主委会暂时交由副主委代理。 Hello， 我是郑雅芳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